心想事成第12條法則，與假想敵談話來激發潛意識。學習德國大文豪歌德喺心中不斷描繪對話嘅情景，係激發潛意識嘅活動有效嘅技巧。有個傳聞係德國大文豪歌德遇到困難嘅時候，會花費幾個鐘安靜咁同想象中嘅對手談話。換句話說，歌德如果遇到難以解決嘅問題，就會開始想象佢嘅朋友依照平時嘅手勢同埋語調，幫佢揾出適當嘅答案場景。同時，歌德將全部嘅過程想象到好接近現實，而且生動活潑。有一位年輕嘅證券公司營業員聽到呢個方法，即刻用呢個方法應用喺股票買賣上。佢認識一位億萬富翁嘅銀行家，有一次受到呢位銀行家嘅讚揚，話佢嘅判斷正確，幫佢買咗好嘅股票，賺咗唔少錢。因此，佢嘅決定隨時喺自己嘅心中同呢位銀行家談話。遇到困難時，佢就喺心目中想象同呢位銀行家積極談話嘅場景，努力去發現同使人滿意嘅判斷。呢位年輕嘅證券公司營業員所做嘅心中對話，同佢建議顧客做健全投資嘅職務好符合，因為佢主要嘅目的係讓自己嘅顧客能夠賺錢，亦就係投資人依照佢嘅建議，能夠喺股票投資上繼續繁榮落去。目前佢依然喺自己嘅工作上利用呢種對話嚟激發潛意識。佢不但讓佢嘅顧客賺咗好多錢，自己都成為一位有名嘅股票經紀人，並成為一位富翁。圓夢小語，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僕人潛意識，而且他從來不會罷工。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，記得返嚟留言俾我，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。